Twinkle， 一個最鍾意用溫柔眼神望住星星嘅小朋友。今日我想同你講嘅係一個好特別但又唔容易開口嘅主題——身體。Twinkle 發現好多大人當身體出現問題嘅時候，會第一時間問自己：我係咪做錯咗啲咩？點解我會變成咁？我好似冇以前咁掂啦。但你知唔知你嘅身體從來都冇背叛你？佢一直喺度努力幫你撐起生活入面每一個忙亂、壓力、夜瞓、唔開心。可能佢而家透支咗、病咗，俾你發出啲信號，其實唔係懲罰你，而係提醒你，我都想你望下我，愛返我多啲。Twinkle 想問你一個問題，你最近有冇抱過自己一下？我意思唔係假裝冇事，而係真心講一句：辛苦晒啦，我知你已經盡力啦。如果你身邊有個小朋友病咗，你會點樣照顧佢？你會煲粥俾佢飲，陪佢睇卡通片，俾佢攬住自己慢慢休息。咁點解你唔可以都咁樣對自己呢？你其實一直都值得，從來都值得。Twinkle 知有啲痛唔係外面睇得出，有啲療癒唔係食藥就會好。你內心嗰種擔心、不安、失控感好真實，但我諗你試下信任自己多啲，試下深呼吸，輕輕摸住自己個心口，問一問自己：我係咪已經比想象中堅強好多？我有冇唔小心將自己變成咗工作機器，而唔係一個值得被照顧嘅人？我願唔願意唔再單靠意志頂住，而係學識求助，學識休息？你唔需要逼自己一日就變返健康。療癒係一條好漫長但好珍貴嘅路。當你肯溫柔咁望自己一眼，個人會慢慢開始鬆開。當你唔再逼自己快啲好返，反而會發現你其實一直都有能力慢慢行出黑暗。Twinkle 會每日喺星星入面偷偷望住你，為你集氣，為你打氣。你唔需要再一個人挨落去，唔需要假裝冇事，因為你夠資格攤喺度喊出聲休息，或者純粹唔做嘢，暫時乜都唔需要解釋。你就係你，而你值得被原諒、被明白、被溫柔對待。最後Twinkle 想你喺今晚臨瞓前問問自己：如果我當自己係最愛嘅人，我會點樣對待而家嘅我？你唔使即刻答，但請記住，我會一直陪住你，一步一步行過呢段唔容易嘅時光。你真係已經好勇敢，好值得俾自己一個擁抱。加油啊，大人，永遠支持你。你嘅內在小孩。如果你今日聽完 Twinkle 嘅星語，覺得有啲溫暖，有啲被療癒，咁就記得俾個 like 啊！記得訂閱 Twinkle Star Whisper 星語夢之聲頻道，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新片，陪你同你嘅內在小孩傾偈。撳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下一集啦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都需要被聽見，需要被愛，不如 send 俾佢哋啦，可能就會照亮咗佢哋嘅世界。記住，你係值得被愛㗎。Twinkle 一直都喺你心入面閃閃發亮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